聆聽自己的聲音。何時我已習慣聽別人，從聆聽試尋求學分，聽教學到為人，到今天生存的指引。怎麼對答，怎穿搭先吸引？若那些答案總標準得萬能，臨睡前為何會問我怎感覺我尚未滿分？如心裏有首歌快播出來，這首歌永遠實在，別躲藏，如不傾聽怎去自愛？世間好那討得來，如內在從未被厚待，怎匹配尋找愛？為何個個習慣跟別人，磨棱角到遺忘自身？想領略要學會發問，哪款指針，哪一種腳印，能陪我自信找方向感，愉快步行。沒那些答案可將雙腿軟禁，因獨行仍無抱憾，錯的選答我亦未扣分。如心裏有首歌快唱出來，這首歌永遠自在，別躲藏，如不公佈怎去自愛？世間好那討得來，如內在期望被厚待，不需博人理睬。信念你願信便有，心裏聲線多剔透，能開口再遊走。唱心聲那需天才，欠公式卻最自在，沒光芒仍需堅決相信自愛。喝彩不喝彩，投入便無礙，讓我出走到南海。